今天我们接着聊，我在录音，好不好？聊什么？聊昨天的话题。昨天聊的什么？昨天妈妈不是问你晚上睡得怎么样？昨天还是今天？哦，不是昨天，前天了啊！昨天是爷爷送的啊。对啊，前天我问你，我说你现在睡得怎么样？睡觉的时候，鼻子不是用嘴巴呼吸还是用鼻子呼吸的？用鼻子。用鼻子呼吸的。但有时候用嘴巴。啊，然后还有你说到什么来着？说有时候不知道具体是用鼻子还是嘴巴，但是早上起来会怎样？嘴巴会感觉重重的。啊哈，那然后用嘴巴呼吸。啊哈，那前天你说好像什么来的？最近起来嘴巴怎么的？是吗？都没有重重的了，就感觉没有重重的。哦，那等于好像应该是用鼻子呼吸的了啊。因为睡着了谁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晚上睡觉前你是不是还需要用盐水冲鼻子呀？没有。那以前呢？需要，但还是没用以前。哦，以前是连盐水冲了还没用，是这个意思对吧？以前只有喷那个药水才有用吗？没有，那个也没有用，而且那个是以前医生是说要早上喷一次，晚上喷一次，对不对？之前喷过也没有用。也没用是吧？而且妈妈还读过里面的说明书，说那个对成长不好，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没有用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还怀疑是不是以前用多了，所以呢，你感觉自己没有那么高，对不对？啊，哎呀，现在没事了，现在我们会越来越好，以后就不用用药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好像就没有喷好久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，那行，采访到此为止。